滾水沖雞蛋，睡眠重回8小時。晚上瞓覺容易發夢，總係瞓下又醒下嘅朋友們，你哋再都唔好立亂試埋晒各種偏方啦。話俾大家知個秘密，跟住呢5個步驟堅持去做，等你朝頭早公雞打鳴都嘈你唔醒，輕鬆擁有嬰兒級睡眠。相信好多朋友都聽過滾水沖雞蛋，但係10個街坊入邊有9個都係做錯咗，難怪飲完之後係一啲效果都冇。其實唔係方法冇用，而係你漏咗關鍵嘅呢一步。今日咧教大家滾水沖雞蛋嘅正確做法。晚上翻嚟覆去瞓唔好嘅街坊朋友，你哋記得做好筆記啦。學識呢一個方法，等你眯埋眼就可以瞓得着，塌落床亦都可以瞓得着，就算係行雷閃電都嘈你唔醒。不過我勸你千祈唔好飲得太頻繁，我驚你第二日朝頭早瞓到黃朝白晏起唔到身啊！你係再都唔使到處打聽，到處試埋晒各種偏方，呢啲都係嘥錢嘥時間。咁有緣刷到呢條視頻下邊嘅呢一排，麻煩幫手隨便點翻幾個，翻到屋企慢慢再嚟睇。以前嘅我都係成晚瞓唔好，冇嚟精神，成個人攰賴賴咁，好唔容易瞓着咗，又容易驚醒，搞到成晚都係又焦慮又煩躁。後邊我陪村入邊一位96歲嘅老人家捉象棋，發現佢成個人都精力旺盛，思維敏捷，完全唔似90幾歲。重點係佢每日都可以瞓足8個鐘以上。於是乎，我厚住面皮同佢請教瞓得好嘅方法。起初佢係點都唔肯講，咁我就喺村入邊住咗半個月，每日陪佢飲茶傾偈，打掃花園。終於俾我嘅誠心所打動，將佢瞓得好嘅方法話咗俾我知。原嚟呢個方法係佢阿爺傳落嚟嘅。佢仲同我講，佢用咗呢個方法已經30幾年，真係非常唔錯。老人家經常講滾水雞蛋湯，一覺瞓到大天光，但係99%嘅人做法都係錯嘅，所以效果出唔到嚟。咁我跟住老人家嘅方法用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感覺真係非常唔錯。呢幾個月嚟都係一覺瞓到大天光，就連我老婆失眠咗好幾年，跟住嚟做，依家都係塌落床就可以瞓得着，成個人都翻晒嚟呀。家陣嘅社會，無論係後生仔定係上咗年紀嘅老人家，壓力都係比較大，好多人俾呢個失眠問題搞到冇啖好食，冇覺好瞓。就喺上個月，我已經分享過一次，當時有3000幾人跟住我呢個方法嚟做，1個月之後，好多人都走翻嚟多謝我，包括我身邊嘅親戚朋友用咗呢個方法之後，個個都爭住嚟請我食飯啊！今日呢，我最後一次將呢個方法免費咁分享俾大家，希望可以幫助到咁多有需要嘅街坊朋友。記得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順手分享俾你關心嘅親朋好友。唔小心劃走咗就真係再都搵唔翻啦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首先我哋用101度滾水去渌下呢隻碗，提高碗入邊嘅溫度，確保雞蛋打落去可以熟得透。然後我哋轉手打隻雞蛋落去，再用匙羹將佢攪拌均勻。跟住重點嚟啦，雞蛋入邊一定要加翻1到2殼呢個酸棗仁粉，記住啦，係酸棗仁粉，千祈唔好搞錯，呢個係關鍵步驟。然後再次倒入101度滾水，沖出蛋花，再次攪拌均勻，就可以直接攞佢嚟飲啦。呢個就係著名嘅酸棗仁豬腳湯。老人家經常講，藥補不如食補，食補不如覺補，瞓個靚覺真係比咩都重要啊！每晚臨瞓前飲翻1碗佢，當你再次睜大眼嘅時候，天就已經光晒啦，成個人都精神飽滿晒，容光煥發，零舍唔同啊！咁最後再次提醒大家多一次，呢種酸棗仁粉一定要揀天然優質嘅酸棗仁粉先至有用，千祈唔好買到嗰種分流嘅，又或者扁豆染色嘅，唔係嘅話真係得不償失啊！如果你都想試下呢個正宗嘅酸棗仁粉，出去買又驚買錯嘅，可以點開下邊嘅呢一個鏈接，趁住廠家搞緊活動，用料上乘，真材實料有保證，嗱嗱聲帶翻屋企試下啦！